大家好，我係病煲。錄下片啦，今日咧就想講下啲懷舊啲嘅嘢啊。我自己係做 IT 嘅，今時今日啦，AI 嘅科技又好先進啦。對於我嚟講咧，我係真係見證住呢個電腦時代突飛猛進啊！自己細個嘅時候屋企比較貧困啦，其實就冇乜錢嘅。不過咧，我阿媽就都好肯俾錢我去學電腦造就咗我去走呢條IT 人生道路嘅一個起點啊！我記得咧，好細個嗰陣時咧就第一次接觸電腦係喺啲嗰啲叫咩咧？即係青年中心係應該係救世軍嘅青年中心。咁裏邊咧就有得學電腦哇！嗰陣時學電腦真係好巴閉嘅，因為其實就個人電腦即係 personal computer 其實未咁盛行即係唔會每個人屋企都有部電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要學電腦咧，真係要去係咯啲青年中心咁先有機會叫掂下啦。掂下喂，好厲害喎！有個 keyboard 有個 mon 係插隻碟落去去行當時嘅電腦仍然都係好舊講緊係已經可能係486甚至386嘅年代咁樣。啲 mon 就係 mon 佬噶啦，即係 mon 佬係咩意思咧？可能而家好多年青人都未見過噶啦，即係大牛龜係啦，即係用陰極射線嘅，可能係綠色一隻色綠色或者係白色，單一隻顏色嘅啫。當時就未有咩 Windows 系統嘅 Microsoft 就出咗 DOS 系統就未有咩 Windows 系統當時嗰啲儲存嘅即係嘅硬件其實都係好細個容量都好細floppy 一隻都係得個即係1.2 MB或者1.44 MB咁樣floppy 都兩個 size。不過講呢啲咧，可能好多年青人都唔知講乜嘅，咩 floppy 都唔知講乜 floppy 咁樣。我就係咁樣去到成長見證住呢個電腦即係嘅發展啦。由 DOS 即係走入去 Microsoft 話嗰陣時 Windows 95覺得好神奇成個都係一個 GUI 嘅界面跟住就走入去一個上網嘅年代啦。最初上網都係用即係 modem 56K 咁樣BBS 我就未玩過啦。有啲前輩就話我哋以前玩 BBS 可能得14.4K 28.8K 咁樣。我就未用過啦。我第一次即係接上網咧就係 56K 嘅 modem 啦。當時就要爭屋企條電話線啦，係咪先？就寬頻線同埋電話線其實都係一條線嚟嘅，即係用電話線上網有人打入嚟咧就會斷線咁樣啦。不過記得當時都好興奮嘅，即係因為你能夠用屋企部電腦連接到上去個互聯網度裝咗個 ICQ 啦，即刻可以同唔同嘅同學朋友有傾偈當時就覺得係好神奇嘅一件事情嚟嘅。即係常常都玩 ICQ 玩到半夜3更啦，同唔同嘅人喺度傾偈當時咧就電腦仍然都唔係好普及嘅。我記得我第一部買嘅電腦咧都唔平想當年都要萬幾蚊連埋 printer 當時 printer 都係即係噴墨單色咁樣咁但係都要好似12000蚊咁樣。其實對於貧困嘅家庭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尤其屋企所以我都感謝我阿媽佢真係攞晒啲錢出嚟買部電腦俾我。當時可能屋企嘅收入都冇，一個月都可能冇10000蚊，可能都係7、8千、8、9千咁樣。可能即係買一部電腦俾我已經係用咗成個月屋企嘅收入啦。所以我走上咗呢條路咧，都係
都係因為我媽啊，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啦。咁我都感謝佢啦，喺裏邊嗰個支持係大嘅，咁樣。咁所以我都一路啦，都去學啦，唔同嘅嘢啦，咁電腦嘅發展嘅繼續去到一路走落去啦。咁上網之後就開始有寬頻啦，係啦，即係6K 都嫌真係實在太慢啦。我哋以前咧經歷過嘅就係等佢撈張相出嚟都即係撈成個字或者幾個字都撈唔到出嚟嘅，咁樣啦。就最開初嘅時候係咁樣啦，咁啲網頁嘅設計其實都好陽春啊，冇乜嘢啊，你可能整多幾張圖就已經係撈好耐啦咁樣啊，所以都係開始嘅時候都係文字多啦。咁當然去到後尾啊，開始有 ADSL 啊，即係有寬頻啊，咁開始 Mac 上啦，咁開始多啲唔同嘅嘢。我仲好記得啦，開始上網唔止淨係玩 ICQ 啦，仲有玩呢個打呢個網絡嘅遊戲啊！第一次去到咁一連線去打啊！我當時打嘅遊戲係StarCraft 2咁樣嘅，咁約埋其他即係隔離班啲同學仔啊，嗰陣時讀緊大專啊，咁去到打，覺得好神奇啊！即係第一次去到玩遊戲啊，可以經過網絡啊，大家去到對戰啊咁樣啊，都係非常之開心啊嗰段日子，因為一嚟個科技嘅發展啦，二嚟係真係突然間好似大開眼界啦，見到啲新奇嘅事物啦，去到出現啦，即係56K 都打到機，我都覺得當時寫 StarCraft 嗰啲人都幾厲害啊，因為真係好多資料嘅傳送之下，仍然可以用56K 咁慢嘅網速去到做到即係8個人對戰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厲害嘅。咁電腦繼續發展啦，一路上去啦，網絡都繼續發展啦。咁我喺呢度咧又想感謝一個非常之偉大嘅人啊。因為我自己本身就係做網絡嘅，做 networking。咁呢位仁兄咧就係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嘅名字啊，佢就叫高錕嘅。咁高錕博士咧就曾經都做過呢個中文大學嘅校長嘅。咁佢厲害之處咧，就係佢引入咗用光纖嚟做一個傳送資料嘅一個媒介啦。咁啲人就會話佢係光纖之父嘅，咁其實就有啲錯誤嘅呢個名。如果叫佢光纖之父，因為其實光纖咧就唔係佢發明嘅，即係我諗正確啲嚟講，佢係光纖通訊之父。咁佢係第一個人咧，就去用光纖嚟做通訊呢樣嘢，咁佢去初時研究嘅時候，佢都遇到唔少嘅難處啊，同埋好多人都嘲笑佢啊，邊有可能啊？係咪先？成件事真係一個夢想嚟嘅，一個幻想嚟嘅咁樣，類似去到咁嘅地步，大家可以上網揾啊，即係好多都你打高錕啊、光纖啊，咁其實可能就揾到佢以前即係對於佢一啲紀錄片啊。咁佢厲害之處咧，我就覺得佢唔單止呢個劃時代呢一個即係創新嘅建議啊，將通訊擺喺光纖裏邊去到做啦，而最尾佢又真係可以即係實現得到啦。最尾佢喺實驗室裏邊真係整咗一條光纖出嚟，而嗰條光纖係用嚟做呢個傳送資料啦、傳送數據啦，嚟做即係communication 之用咁樣嘅。咁但係咧，我覺得佢最偉大嘅唔係佢發明呢樣嘢啊，而係佢冇一啲私心，佢真係一個學者，一個為人類呢個通訊去走喺最前嗰度嘅人啊，所以佢係冇做到任何專利嘅，即係喺光纖裏邊佢係大家可以攞去用啦，大家用我嘅即係研究成果啦，去到去改變呢個人類嘅世界啊！即係如果冇光纖呢樣嘢嘅發明啊，即係作為通訊呢個用途啊，今時今日嘅
嘅互聯網嘅發展啊，成個世界嘅發展咧，我覺得會差好遠啊！當大家覺得Steve Jobs 啊蘋果啦，去到發明呢個蘋果手機嘅時候，覺得係一個劃時代嘅產物嘅時候啊，我又覺得高錕咧就比佢更高一個層次啊！Steve Jobs 佢都有為到自己去謀利啊，而高錕咧佢呢個發明啊佢冇啊。如果佢當時有註冊到專利啊，我諗佢真係發到真係唔知點樣嘅。咁但係佢冇啊，佢只係為咗人類嘅發展啊，現今通訊嘅發展啊，走咗一個好大嘅步出嚟啊。咁而且佢冇為到自己去謀取好多嘅利潤啊，所以我覺得佢係值得去到尊敬啊。你一件佢令到我尊敬嘅事啊，我記得喺佢做中大校長嘅時候啊，咁我唔記得咗係啲咩演講啊，總之有啲學生啊有反對嘅聲音去反對佢啊，咁佢都好客氣啊，好包容啊，冇去到點樣啊？你知如果今時今日啊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就冇可能啦，即係大學裏邊就可能有好多處分啊各樣嘢，大家都知道好多學生會。即係呢幾年面對嘅事情啊，但係高錕喺想當年就冇啊，佢話大學嘅教育就係咁啊，係容許大家有唔同嘅聲音啊，呢樣嘢都係令到我覺得好敬佩佢㗎。咁佢晚年咧就有認知障礙啦，咁唔記得晒啲嘢啦，不過都好感謝佢啊，真係為着人類啊，特別我自己係一個 network engineer 啊，即係佢呢一個嘅發明啊。係改變咗全世界啊，令到龜速上網啊，可以去到今時今日啊，咁去到好高速咁樣去到上網啊，無論你睇即係4K 嘅 streaming 啊，都可以去到好快咁樣，好暢順咁樣 download 到落嚟啊，都即係歸功於高錕博士呢個發明嘅。咁呢個互聯網啊、電腦啊，繼續咁發展啊，去到即係後尾就係即係呢個智能手機啦，咁無論係 iPhone 啊或者 Android 嘅手機咧，都層出不窮啦，就開始個人化，將所有嘢咧都擺喺一部手機嘅裏邊。但係呢件事咧又令我好深刻印象啊，記得倪匡咧咁喺佢嘅科幻小説啊《衛斯理》裏邊咧都曾經寫過啊，即係人類嘅科技咧就會繼續去發展啦，有一日咧就會係用手上面嘅一個盒就可以去做晒好多嘅事情啊！我諗佢呢個預言咧就已經係應驗咗啊！佢好多預言我都覺得係應驗咗，咁呢個預言都應驗咗啦，咁就可以今時今日嘅手機其實就係好厲害啦！相比於我當初可能喺青少年中心裏邊用嘅電腦啊，今日每一部手機都厲害過嗰部電腦好多倍啊！無論喺嗰個 CPU 運算嘅速度上面啦，定係佢裏邊嗰個儲存嗰個 storage 嘅容量啊，即係我自己見證過喺1.2 MB 嘅 floppy 啊，咁其實可能今時今日啦，1.2 MB 都載唔到你拍低嘅一張相啊！以前就係咁噶啦，喺個 OS個 program 就係記喺一啲咁低容量嘅一啲嘅 storage 嘅 device 上面。去到今時今日，即係普遍都激聲去到計啦。由一啲 hard disk 一啲好傳統嘅一隻碟去讀取今時今日咧全部都係用SSD 啦，SSD 已經變為一個好普及嘅 storage device 咁砌機都完全唔同咗啦，以前就要諗下嗰個drive A drive B 即係好多人都唔知點解 hard disk 一嚟就係 drive C 嘅咧，因為以前 drive A B 就係留咗俾個 floppy 嘅，不過就而家都冇人用啦。之前我都見網上有人話喂，仲有冇人有 floppy 我想讀翻啲舊資料咁其實就已經冇人用啦，已經係歷史嘅產物啦，已經成為咗咁去到後尾咧就有 CD-ROM 嘅存在啦，初時都淨係讀碟聽下 CD 咁樣啦，咁後尾就可以去到我哋叫燒碟啦，燒碟係咪即係
燒啲嘢俾燒啲寶碟俾親人係咪啊？即係以前我哋年代就係、即係將可以儲存更多嘅資料，就將佢燒落去一隻即係CD-ROM 度，CD-R 度啦咁樣啦。即係有啲燒 RW 咁啦，即係可以燒完再燒啦。如果燒落啲 CD-R 就即係一次過啦，就唔可以再去刷除噶啦。咁當時嚟講都係大啊，一隻碟可能有幾百 Meg 咁樣，600幾 Meg 啦，冇記錯嘅話。咁但係始終相比於今時今日嘅儲存 device 都係小巫見大巫啦。咁但係由1 Meg 一隻碟去到可以幾百 Meg 去燒錄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大嘅進步啊。咁當然後尾就由 CD-ROM 就去咗做即係 DVD 啦，係啊 DVD 啦。咁後尾其實都有 Blu-ray嘅。咁但係其實去到後期咧就開始有啲USB 嘅手指 device 咁開始追上嚟，咁所以燒碟呢樣嘢就開始都沒落啦。咁我一隻即係USB 嘅 storage 嘅 device 都超越咗你一隻即係碟啦。咁碟就麻煩啦，即係要等佢燒啦。咁所以以前咧嗰部即係燒碟機嘅速度好重要啊，即係你係。我係16個，我32喎，咁我48喎，大家都係鬥快咁樣嘅。咁但係無論幾快都好啦，都唔夠後來嘅，即係我覺得一個 USB 嘅手指啦，係咪又可以 read write，又唔使等佢燒錄嘅過程咁樣。咁個時代一路去到推進啦，咁今時今日大家都可能反而即係 personal computer 就開始都萎縮啦。咁即係大家都係用手機，可能係為之最多咁樣。咁一路以嚟啦，去到呢幾年啦，更厲害就係即係 AI 啦，就係人工智能啦。即係好多唔同嘅嘢去到發生啦，可以好簡單嘅，俾一個指令啦，可以去揾好多資料啦出嚟啦。我都想之後再談論多少少嘅關於 AI。今日咧就大莫約咁樣講一講我經歷嘅呢個科技嘅年代啦，由真係個人電腦都係未咁普及嘅，去到今時今日啦，每個人都有一個即係智能手機啦喺手上面啦，嗰個變化啦，真係好大啦！整個過程我裏邊可能都只不過係我諗大概三四十年到啦，30-40年到，係啊，即係大概30-40年到就去到今時今日咁樣，即係去上網啊、社交媒體啊、各樣嘢都係變動得好快咁樣啦。咁我諗我今日就講住呢度先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拜拜。